過去30年，好多人包括我自己都相信一個簡單嘅道理：世界越嚟越開放，國家之間雖然會有競爭，但最後都會選擇合作。如果你係1990年之後出世，你可能好難想像過去幾十年世界最大嘅趨勢唔係對抗，而係連接。我哋呢一代人習慣咗一件事，打開部手機，唔會理入面粒晶片嚟自邊個國家，因為我哋默認全世界會繼續合作。荷蘭負責最複雜嘅製造設備，美國掌握晶片設計同軟件生態，中國、韓國、台灣承擔大量製造環節，日本提供關鍵材料。過去幾十年，半導體就係咁樣一張全球協作網絡。你屋企嗰部日本電視、美國電腦、中國手機都係咁樣嚟。呢個道理支撐咗成個全球化時代，亦都支撐咗無數家庭嘅穩定生活。但問題係，呢套令世界富裕咗30年嘅規則，而家第一次出現裂縫。而導火線係一部價值幾億美元嘅機器。中國冇獲得最先進嘅 EUV 設備，但冇退出呢場競爭。更加奇怪嘅係，過去幾年好多討論最大嘅誤區之一，就係將呢場晶片競爭簡單理解成一場納米數字競賽，好似邊個最先做到3納米，邊個就係贏家。但現實可能更加殘酷，一個國家可以輸咗3納米，但贏咗成條供應鏈，亦都可以擁有最先進晶片，但失去製造呢啲晶片嘅工業基礎。晶片戰爭最容易誤判嘅地方，就係將技術領先誤認做產業領先。晶片戰爭真正爭奪嘅唔係一塊晶片，而係邊個有資格決定未來10年嘅技術規則。俾我幾分鐘，我會用最簡單嘅方式話你知，呢場競爭點解影響你嘅生活，影響你嘅仔女，以及未來10年全球科技產業點解可能走向2個唔至更多個唔同嘅世界。由一個事實開始講起，好多人第一次聽到中國冇 EUV 光刻機呢句話，會得出一個簡單嘅結論：冇最先進設備就做唔到最先進晶片。聽落好合理，但呢個結論最大嘅問題係，佢假設晶片只有一條跑道。實際上，晶片產業有2條跑道，一條係尖端製程，追求極致嘅性能，用喺旗艦手機、AI 訓練中心、超級電腦呢啲最前沿嘅地方；另一條係成熟製程，用喺汽車、家電、工業設備、通訊基站、醫療儀器呢啲地方。呢2條跑道同樣重要，但過去幾年全球嘅注意力幾乎全部集中喺第一條跑道上面。點解？因為3納米、5納米聽落更加刺激，佢代表當前商業化競爭最激烈嘅先進製程階段。但好少有人話你知，按應用數量同覆蓋領域嚟睇，成熟製程仍然支撐住全球大量電子設備。尖端晶片決定未來，但成熟晶片決定現在。而家嘅世界一日都離唔開呢啲成熟晶片。你揸緊部車入面至少有幾十粒到過百粒晶片，你部洗衣機、冷氣機、雪櫃入面有晶片。你住緊嗰個城市嘅電網、地鐵紅綠燈系統入面有晶片。呢啲產品唔需要3納米，但佢哋需要穩定、充足嘅供應。好多人覺得晶片戰爭離自己好遠，但如果將來某啲電子產品價格上升，供應周期變長，你可能會發現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係晶片供應鏈。後生仔關心嘅係 AI 同未來職業，而上一代人更加應該關心嘅係
呢個世界嘅技術規則會唔會喺未來20年重新分配？講真，我第一次研究 EUV 嘅時候，最大嘅感覺唔係震撼，而係一種不可思議。一部工業設備竟然可以成為國際政治嘅籌碼。EUV 光刻機係人類目前製造先進晶片最複雜嘅工業設備之一，入面有嚟自德國嘅超高精度光學系統、美國嘅激光技術、英國嘅特殊材料，仲有幾十年來全球半導體產業積累落嚟嘅工程經驗。一部設備重達180噸，由嚟自全球嘅大量精密組件共同組成。更加關鍵嘅係，佢必須工作喺極紫外光波長之下，光本身會被空氣吸收，所以成個曝光過程要喺真空環境入面完成。全球目前唯一實現商業化量產 EUV 光刻系統嘅企業係荷蘭 ASML， 而 ASML 本身亦都唔完全掌控技術，佢依賴全球數百間供應商嘅協同。喺公眾討論入面， EUV 經常被當成晶片競爭嘅唯一指標，但我嘅判斷係 EUV 確實係中國晶片產業目前最大嘅短板，但佢唔係全部答案。EUV 決定嘅係先進製造嘅入口，而唔係成個科技競爭嘅終點。長期科技競爭仲要睇產業體系能唔能夠持續生產，降低成本，培養生態。所以美國限制 EUV 並唔係因為佢決定一切，而係因為佢決定咗最高端賽道嘅入口。你可以冇世界最先進嘅一部機器，但唔可以冇自己嘅產業體系。好多人會問，一間商業公司生產嘅設備點解會變成國家戰略？答案在於先進晶片已經唔再只係商品，而係一種基礎能力。以前國家冇汽車工業可以進口汽車，冇手機產業可以買手機，但未來如果一個國家攞唔到先進計算能力，佢失去嘅可能唔係一個產業，而係成套裝競爭能力。人工智能需要晶片，軍事系統需要晶片，自動駕駛需要晶片，金融系統需要晶片，甚至未來嘅科學研究都越嚟越依賴計算能力。所以晶片競爭本質上唔係賣唔賣一部機器嘅問題，而係邊個控制未來社會嘅計算基礎。好多分析認為，美國限制措施嘅重要目標之一係減慢中國建立完整半導體產業鏈嘅速度，因為一旦閉環形成，外部限制嘅效果會快速下降。歷史上工業競爭最危險嘅情況，唔係對手擁有某一項技術，而係對手擁有學習同複製技術嘅能力。一個冇產業體系嘅國家可以被限制一個產品，但一個擁有龐大工業體系同市場規模嘅國家通常更加容易建立替代方案。但真正危險嘅問題唔係中國有冇 EUV， 而係10年之後，如果中國喺設備材料同生態領域取得明顯突破，咁今日嘅限制效果可能會發生變化。呢度仲有一個問題值得講清楚，當美國政府推動荷蘭限制 EUV 設備出口到中國，好多人認為呢個等於喺晶片製造嘅最高賽道上提早結束咗比賽。呢個判斷有道理，因為中國確實攞唔到最先進嘅製造工具，但問題在於限制最大嘅風險係佢可能將一個依賴全球供應鏈嘅競爭者逼向建立自己嘅完整體系。歷史上技術封鎖有時會阻止追趕，亦都有時會加速替代。當然，另一種觀點認為，限制並唔係中國技術發展嘅唯一因素，
先進晶片競爭本身存在巨大嘅工程難度，即使冇出口限制，追趕台積電同英偉達都需要多年投入。所以真正嘅問題唔係限制有冇效果，而係限制改變咗競爭速度，而冇決定最終結果。呢一段好重要，因為佢決定咗我哋接下來討論嘅基調。中芯國際係中國最大嘅晶圓代工廠，佢面對嘅局面係冇 EUV 點算，佢選擇咗一條更加複雜、更加昂貴嘅路線。用 DV 光刻機配合多重曝光。簡單解釋一下，正常情況之下，一層晶片結構可能一次曝光完成，但冇 EUV 之後，同樣嘅精細結構可能需要反覆曝光，一次唔夠就兩次，兩次唔夠就三次，甚至更多。呢個就好似本來用一把高級雕刻刀一刀完成作品，而家只可以換普通工具，逐下慢慢刻。理論上可以做得到，但代價非常明顯，時間更長，料層更多，錯誤概率更高，成本亦都更高。中芯國際衝擊先進製程最大嘅困難並唔係做唔做得出嚟，而係能唔能夠穩定、大規模、低成本咁做出嚟。三個條件缺一不可。如果一條生產線製造一批晶片，最後只有少部分達到標準，咁損失嘅唔只係材料，仲有設備時間、工程人員成本、能源消耗同成個生產週期。呢個就係晶片行業入面成日講嘅良率。好多外行關注嘅係你有冇製造出某款晶片，但真正決定商業競爭力嘅問題係你製造100萬粒晶片，有幾多粒可以賣得出去。同樣嘅製程名稱唔同，公司做出嚟市場價值可能完全唔同。技術突破同商業成功中間隔住一道巨大嘅鴻溝。好多國家曾經證明過實驗室成功唔等於產業成功。如果成本永遠高過競爭對手，呢種突破仲可以維持幾耐？如果中國將來實現5納米規模化量產，但成本比台積電高50%，咁到底叫突破定係叫另一種形式嘅落後？歡迎喺評論區話我知你嘅判斷。半導體行業最殘酷嘅地方係佢唔會獎勵第一個成功者，而係獎勵第一個規模化成功者。好多國家都曾經證明過自己可以製造先進技術，但最後冇形成產業優勢。點解？因為晶片唔係一次過嘅科研項目，而係一場每日重複100萬次嘅工業考試。今日製造一粒成功晶片，唔代表聽日仲可以製造10萬粒。今日實驗室入面突破一個技術節點，唔代表工廠可以全年穩定運行。晶片製造最大嘅敵人，從來唔係唔識做，而係冇辦法低成本咁持續做。台積電真正強大嘅地方，唔只係先進製造能力，而係幾十年建立起身嘅穩定量產能力同客戶信任。工業競爭最終比拼嘅係信任，客戶願意將幾億美元研發投造交俾邊個，邊個就掌握產業主動權。呢種信任需要10年、20年嘅時間先建立得起，但失去佢可能只需要一次重大失誤。而家等我哋將視線移到華為。華為近年推出嘅新一代晶片引發咗大量討論。好多人見到國產晶片出現，就認為中國已經突破封鎖，亦都有人認為呢個只係特殊條件之下嘅技術展示，距離真正追趕仲有好遠。呢兩個觀點都只係講啱一半。喺我睇嚟，華為晶片最大嘅意義
唔一定係性能超過邊個，而係佢至少展示咗一件事：喺高度限制環境之下，一個大型產業生態可以開始嘗試重新建立。即使喺先進製造設備受限嘅情況下，中國卡提仍然能夠建立自己嘅晶片設計同應用生態。呢件事嘅戰略價值甚至超過單粒晶片嘅跑分。點解？因為現代科技競爭越嚟越唔係單純比邊個擁有最細製程。AI 時代比嘅係完整系統、晶片、軟件開發工具、伺服器、應用生態，呢啲嘢組合起身，先形成真正嘅競爭力。英偉達最強大嘅地方唔只係 GPU 硬件，而係圍繞 QQA 建立起嚟嘅軟件生態。好多開發者習慣咗呢一套體系，想佢哋遷移到新平台，必須令成個產業鏈願意配合。呢個亦都係華為升騰而家努力做緊嘅嘢。根據華為公佈嘅數據，升騰生態開發者規模已經達到數百萬級。呢啲數字放喺英偉達面前，當然仲有差距。但放喺3年前，好多人低估咗中國建立 AI 算力生態嘅速度。晶片戰爭最殘酷嘅一點係，你可以限制人哋攞到某項技術，但好難完全阻止一個擁有巨大市場同工業基礎嘅國家嘗試建立替代方案。當然，呢度需要保持冷靜，開發者數量同真正形成全球競爭力之間仲有好長距離。CATL 用咗10多年建立嘅軟件壁壘，冇可能幾年之內複製。歷史上好多技術競爭輸贏從來唔係發生喺實驗室，而係喺生態形成之後。Windows 同 Mac OS 嘅競爭係咁，安卓同 iOS 嘅競爭都係咁。晶片同樣如此。如果一個國家擁有自己嘅 AI 晶片，但失去咗全球開發者，咁算唔算科技獨立？調翻轉，如果一個國家依賴外國晶片，但擁有最大嘅創新市場，咁又算唔算安全？如果你係企業負責人，你會選擇性能更強但受限制嘅方案，定係性能稍弱但供應穩定嘅方案？呢個選擇可能正在影響未來10年嘅 AI 產業格局。但生態競爭有一個殘酷現實，建立生態比突破技術更加難。技術可以靠資金整中突破，但生態需要時間。蘋果用咗10多年建立 App Store 體系，英偉達用咗10多年建立燒呢生態，安卓用咗多年吸引全球開發者。新嘅晶片平台唔只係需要性能接近，而係需要開發者願意學習，需要企業願意遷移，需要用戶願意接受。所以未來中國 AI 晶片最大嘅挑戰，可能唔係製造一粒性能唔錯嘅晶片，而係令全球開發者認為點解我要改變？呢個亦都係所有科技替代路線最大嘅難題。好多技術最終失敗，唔係因為技術唔好，而係因為冇形成足夠大嘅生態。而家我哋嚟睇一個被大多數人忽略嘅戰場。如果先進晶片決定未來，咁成熟晶片就決定邊個可以控制。今日過去好多人認為中國晶片最大嘅短板就係入唔到最尖端領域，但與此同時，中國正在快速擴大成熟製程產能。原因好簡單，市場需要佢，汽車需要晶片，工業設備需要晶片，智能家電需要晶片。呢啲需求唔會因為你3納米競爭而停止。10倍多家產業機構預測，中國成熟製程產能佔比未來幾年仍然可能會繼續提升。我個人更加傾向認為，未來10年中國晶片最現實嘅突破口
可能根本唔係追趕台積電，而係喺自己擁有巨大市場嘅領域建立不可替代性。追趕台積電係一條路，但唔係唯一嘅路。真正聰明嘅競爭者唔一定永遠追趕人哋設定嘅賽道，而係可能重新定義自己嘅優勢。呢條路冇3納米咁耀眼，但商業世界從來唔係比邊個實驗室入面嘅成績單靚，而係邊個可以令千萬間公司離唔開自己。一個國家即使冇辦法主導最先進晶片，亦都可能通過喺大量成熟應用領域形成重要供應能力，影響成個工業體系。但成熟製程亦都唔係一條冇風險嘅路。如果全球成熟晶片市場長期供過於求，咁依靠擴大產能可能會帶嚟新嘅競爭壓力。製造業競爭最終唔係比邊個投資更多，而係邊個可以獲得更高效率。過去幾十年，中國好多產業嘅崛起都經歷過類似過程，先依靠規模進入市場，再通過競爭淘汰低效率產能，最後形成真正有競爭力嘅企業晶片產業，亦都可能經歷類似階段。真正嘅挑戰唔係起幾多間工廠，而係幾多間工廠可以長期賺錢。但呢度必須講清楚，成熟製程嘅重要並唔代表先進製程失去價值。AI 時代最頂尖嘅算力競爭依然高度依賴先進製造能力。真正嘅現實係先進製程決定技術天花板，成熟製程決定產業規模，兩者缺一不可。好多科技討論有一個誤區，就係中意追逐最細數字，但產業真正殘酷嘅地方係市場唔會因為你技術靚就俾你訂單。呢個就好似智能手機行業，唔係只有旗艦手機賺錢，大量終端設備先構成成個社廠規模。半導體都係咁。美國對中國晶片嘅限制並唔只集中喺 EU。好多分析認為，美國限制措施嘅核心目標唔只係限制某一部設備出口，而係減慢中國形成完整半導體產業鏈嘅速度。由設備到材料到設計元件，再到製造，任何一個環節被控制，都會影響整個體系。所以美國推動出口管制，希望令盟友進一步統一規則。表面上呢個係技術管制，再睇深一層，呢個係供應鏈控制權嘅競爭。但問題係全球產業鏈唔係一張簡單嘅政治地圖，佢係一張巨大嘅商業網絡。荷蘭有自己嘅利益，日本企業有自己嘅市場，韓國存儲廠商亦有自己嘅佈局。好多公司一方面需要配合出口限制，另一方面又冇辦法完全放棄中國市場。所以呢場晶片戰爭最複雜嘅地方在於，冇任何國家可以輕易退出。美國半導體行業曾經多次警告，過度脫鈎可能會影響企業收入同研發投入。咁樣說明限制措施喺傷害中國嘅同時，亦都喺度傷害實施限制嘅一方。全球晶片產業嘅高度相互依存性，意味着任何一方試圖脫鈎，都必須承擔巨大嘅短期經濟代價。而喺中國呢一邊，成個國產供應鏈嘅努力亦都喺度加速。北方華創喺刻蝕設備同薄膜沉積設備領域嘅出貨量持續增長。中微公司嘅等離子體刻蝕設備已經進入國際一線客戶供應鏈。上海微電子喺光刻機領域雖然距離 EUV 仲有巨大差距，但喺封裝光刻同 LED 光刻等細分市場已經佔據咗可觀份額。呢啲企業
喺全球半導體設備供應商排名入面仍然靠後，但佢哋嘅發展意味着中國半導體設備國產化程度正在提高，同全球領先企業相比，仍然存在明顯差距。想像一下，20年之後嘅一個普通工程師，佢每日打開電腦唔知道自己用緊嘅軟件嚟自邊個生態，佢設計汽車唔知道入面嘅晶片嚟自邊套供應鏈。以前全球化時代，一個工程師可以自由選擇世界上最好嘅工具，未來佢可能要首先問國家允許我用邊個工具？呢個唔係科幻小說，呢個係產業界同各國政府而家認真討論緊嘅問題。所以當我哋翻轉頭睇中國冇 EUV 光刻機呢個事實，會發現佢係一個問題，但唔係問題嘅全部晶片。行業嘅歷史話我哋知，技術領先係動態嘅，市場份額先係根本。20世紀80年代，日本企業曾經佔據全球半導體市場嘅一半以上。當時美國同樣採取咗各種限制措施，但最終改變格局嘅唔係政策，而係技術路線嘅轉換同產業生態嘅重構。歷史唔會簡單重複，但底層邏輯有相似之處。當然，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嘅發展環境同中國大陸當前面對嘅情況並唔完全一樣。佢哋喺唔同時期獲得咗美國技術輸入、國際資本同全球市場嘅支持，而中國當前面對嘅係出口限制同技術隔離。所以歷史只可以提供參考，唔可以直接複製。講到底，晶片唔係考試，唔係邊個攞一次滿分就贏，佢更加似一場長期戰爭，比嘅係邊個可以一直生產、一直賺錢、一直吸引人才。今日嘅半導體競爭本質上仍然係圍繞技術成本、生態同供應鏈嘅綜合性博弈。EUV 係當中重要嘅一環，但可能唔係決定性嘅一環。真正決定勝負嘅係邊個可以喺未來10年嘅產業重構入面建立起一個可持續嘅、具有規模效應嘅、能夠吸引全球人才同資本嘅科技體系。過去幾十年嘅半導體競爭，好大程度上被簡化成邊個可以做出最細嘅晶片，但未來競爭可能會發生變化。過去半導體競爭比嘅係邊個可以將晶片做到更細，未來競爭可能比嘅係邊個可以令世界離唔開自己嘅系統。呢個就係點解我哋需要重新審視封鎖呢個詞嘅真實含義。封鎖一個技術節點可能短期有效，但係如果目標國家擁有足夠嘅石礦、規模同工業基礎，咁封鎖嘅長期效果往往係推動嗰個國家建立自己嘅替代方案。呢個替代方案喺初期會顯得粗糙、昂貴、唔成熟，但只要有持續嘅市場需求作為支撐，佢就有迭代同改進嘅空間。不過呢個過程需要時間，需要人才，需要資本，仲需要一啲運氣。唔係所有替代方案最終都能夠成功。但歷史話我哋知，完全依賴外部供應嘅國家喺關鍵時刻往往最脆弱。我越嚟越覺得未來10年嘅科技競爭唔會好似好多人想象咁樣方徹底擊敗另一方，佢更加可能係一場長期嘅複雜嘅冇明確終點嘅重新洗牌。舊秩序嘅裂痕已經出現，新體系嘅輪廓正在形成。如果你從事科技行業，關注國際政治，或者只係想知道未來你手中嘅設備由邊度嚟，咁呢場晶片戰爭嘅結果
將會直接影響你嘅生活。佢可能決定你下一部手機嘅價格，可能決定你下一部車嘅交車時間，亦都可能決定你個孫將來入邊個行業更加有前途。呢啲都唔係遙遠嘅事。對於普通人嚟講，晶片戰爭真正影響嘅唔只係手機價格，佢可能影響將來邊啲職業更加有價值。過去20年全球化獎勵嘅係連接世界嘅人，未來20年可能更加獎勵理解產業鏈嘅人，識人工智能嘅人，識製造嘅人，識工程嘅人，識基礎技術嘅人，可能重新獲得更高價值。因為未來競爭嘅核心唔再只係信息，而係創造信息同處理信息嘅能力。晶片只係入口，真正競爭嘅係人類下一代生產方式。真正嘅問題可能唔係邊個取代邊個，而係未來嘅人類會唔會第一次生活喺多個互不兼容嘅科技世界入面。未來世界可能操算更多區域化技術生態，而唔係以前嗰種高度統一嘅全球供應鏈。佢哋之間可能仲可以交流，但越嚟越難真正融合。如果未來世界真係出現咁嘅局面，你認為呢個係冷戰時代嘅重複，定係人類面對風險之後嘅新選擇？未來真正嘅問題唔係邊個擁有最強嘅一粒晶片，而係邊個擁有定義下一代科技規則嘅能力。如果你覺得呢期內容對你有啟發，請點讚、訂閱同打開通知，你嘅每一次互動都喺度幫緊呢個頻道持續產出更多深度分析，亦都歡迎喺評論區留低你嘅睇法。我想睇到唔同角度嘅思考。我哋下一期繼續傾嗰啲正在改變全球格局嘅科技競爭。